先开始，咱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结束美国纽约过境的行程，即马伊已经到巴拉圭，准备参加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赖清德离开美国之前，嘛伫美国看美国职棒比赛，佮特别和媒体分享伊看比赛感想。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巴拉圭，过境美国纽约，伊抱自家自美国代表萧美琴制定一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主场的相片，互外界拢伫咧摇赖萧配甚受可能。专机伫咧飞往巴拉圭的时阵，赖清德甲媒体讲伊看比赛了后的心得。只要让他继续投了，投久一点，这个大都会队就有可能赢。如果他很早就下来的话，那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虽然无甲规场比赛看煞，但讲赖清德要大都会会赢，并话一顿讲到这边的目标是希望会让达到总统蔡英文的期待，深化台巴邦谊。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深化台巴的邦谊；另外一面呢，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两国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两国的繁荣发展。 专机飞到巴拉圭亚松森国际机场时阵，由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一个巴拉圭总统府大礼官去伫机场迎接，当地侨胞爷爷国旗来欢迎。好，这是我们你瘦了，为了等你啊，加油！接落来，赖清德就会开始伊拜访的行程，分别会晤现任总统阿布多，甲新任总统贝尼亚。 当地时间15将会参加这边出访上重要的任务——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记者综合报道。